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6月6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守安息日为圣日。经文要看以赛亚书的58章1到14节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：假如你们守安息日为圣日，不在那天做私事；假如你们尊重这圣日，不在那天履行工作，说闲话，你们就会从我获得喜乐。以赛亚书的58章13节到14节的上半段。这段经文在讲禁食与安息日。上帝要先知向百姓来说明他们的过犯。以色列百姓看起来好像是虔诚的百姓，那上帝也透过百姓的回应，他们质问上帝：我们禁食，你为什么不理我们？上帝回答：禁食行恶，不是他要的禁食。如果真是要禁食，是要有这样的怜悯的心肠，行公义的心，上帝就会报答赏赐这些百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地方，在于生而有宗教的意识。我想你没有看过动物在拿香拜拜吧，或者是有这些敬拜的仪式。人有这样的一个意识，而且寻求敬拜的对象，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人却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意识，以为上帝喜爱的就是人在搞这一些的礼仪。上帝借着先知再次指出以色列人的罪。以色列人向上帝抱怨：我们禁食祷告，为何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呢？为什么上帝对于他们敬虔的行为一点都不理会？为什么没有借着先知回应他们的抱怨呢？那上帝回应他们说：这就是你们所称为的禁食吗？是上帝喜悦的日子吗？其实在上帝的眼中，他们乐意明白上帝的道，喜悦亲近上帝，只是似乎在表面上如此行而已。但上帝非常了解他们实际的行为，虽然他们表面上禁食祷告很敬虔的样子，但他们在生活当中却是欺压别人，欺负贫穷者，口中充满恶言。因此上帝的恩典没有办法临到他们。在这样宗教的生活仪式的表达当中，他们却得不到上帝的悦纳跟喜乐。上帝向他们所要的不是完成一个仪式，好像我们在做礼拜，我有从头做到尾啊，但是真正的是要你顺从敬爱他的心。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成为完成仪式的这样的一个敬拜，如同以色列人在上帝的眼中只是好像亲近他呢？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没有敬虔的实质。守安息日的态度，守安息日的意义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上帝的作为上面，内心敬畏上帝，以上帝为乐，这才是上帝要的啊！不是说我有来教会，我有出席，这样不是。要真正从心里面，我们真正去敬畏上帝，喜爱他的命令，然后在生活当中实现出来。我们来默想，以色列百姓是什么原因使上帝不听他们的祷告？先知告诉百姓应当要如何行祷告才能够蒙应许。想想你的祷告有得到上帝的应许吗？问题出在哪里？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你喜爱的是良善、怜悯，而不是喜欢祭祀。你喜爱我们认识你胜过献祭。求你帮助我们活出合你心意的生活方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，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喜乐，让你的祷告能够蒙应许。我们下次再见。